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，我是现爱妈妈。最近有真侪桃园新社的新闻，这让我想到讲台湾新社应该袂少，不过到底是有偌济？几当前一个日本人伊伫台湾调查过230间的新社，这个数字应该是比咱一般知影加真侪。是安怎有遮尔侪新社？今日我来讲台湾的日本新社安怎来的，后来是安怎拢看无啊？日本新社的设立甲神道变做国家宗教有关系，神道甲拜天皇的结合做伙是后来发展，是现代神道才开始有的。虽讲日本迄当阵的宪法已经承认宗教信仰自由，不过1869年因为神道变做国家宗教了，去神社参拜变做是日本国民的义务。同一个时阵，嘛真侪伫日本的佛寺去互人迫害去。明治的时阵，为着要推广神道，就变做政教合一。因嘛创立一个教部省，伫国家有大教院，伫地方嘛有中的甲小的神社，也阁有一个神职会。这套宗教后来发展出家己的一套制度，这个制度真复杂。毋过嘛，互遮的神社有无共的社价，就是神社有无共阶级的神社。毋过我伫遮无要去详细说明，因为足复杂的。日本即个国家神道的制度，一直到第2摆世界大战，迄当阵民军要求日本得爱政教分开，才来废除。毋过迄时日本咧推崇即个神道，对伊的殖民地嘛有真大的影响，嘛伫遐起真侪神社。日本人来到台湾的时阵，拄开始总督府对台湾本地的宗教并无啥物作为，因嘛无随起神社。第一间神社是开山神社，伫台南。迄是1896年的时阵，伫台南县的知事，伊向总督府建议讲，甲延平郡王祠改做神社，这会当结合台湾本地信仰，搁来推广神道。另外一个原因是郑成功的老母是一个日本人，用这来强调讲，有日本血统的人是台湾开山的民族英雄。这嘛会当争取到台湾人认同日本的统治，对政务的推动拢有帮助。台湾总督府向日本请示了，过当这个延平郡王祠就改号做开山神社，伊的建筑也是原来迄间寺庙的建筑，所以这是一直到第2摆世界大战进前，日本人伫海外唯一的一间寺庙改的神社。伫台湾的第2间神社，嘛是伫台湾第一间起来完整的神社，是金龟石社。这个所在是日本人来台湾就占领的所在，伫遐开矿，为着日本人的信仰，所以因伫遐起这间金龟石社，嘛号做黄金神社。第3间是1901年起的台湾神社，这是日本伫殖民地起的第一间官方的神社，嘛是用来纪念北北川宫灵九亲王。灵九亲王是天皇的小弟，就是伊带兵来台湾，一路为北部拍到南部，带着科勒拉伫台南过身。台湾的民间传说内底，对这个亲王是安那会过身，有真无共款的讲法，真侪版本。无论安怎，这件代志对日本人来讲是一件大代志，因为是第一摆有日本皇族伫海外过身，所以伫日本因国内都有足侪人去神社来祭拜这个灵柩亲王。
后来议会嘛决定伫台湾起台湾新社来拜伊。迄时起即间台湾新社足侪建材拢是直接为日本运过来的，即间嘛变做日本人也是外国官员来的时阵去参拜的所在。总督府除了即间新社以外，并无真积极咧起新社。其他有一寡无价的新社是住伫台湾的日本人家己起的。后来是1915年发生台南的余清芳西来庵事件，这是历史上台湾人抗日死亡人数上济的一个事件，嘛是第一摆利用宗教来反抗日本人的事件。这件代志了，总督府就开始注意台湾的宗教信仰，调查台湾人的宗教，也嘛开始起新社。伫洪明华的初期，1936年迄时就开始起足济啊。洪明华开始，官方的台湾新社嘛已经起超过30档，真久啊。所以台湾总督府就决定伫即间原来新社的东边200公尺的所在，佮顶起一间新的，佮较大间的。即摆因是用阿里山的希诺起甲台湾的足侪石材要落去，结果伫1944年要完成进程，已经要甲物件搬入去，而且台湾新社嘛佮升格改叫做台湾新宫。毋过迄当阵即间新社真歹运，就要搬入去进前的一暗，一只军用运输的飞行机原本是爱停去松山机场，煞失事落伫台湾新宫的边仔。即只飞行机爆炸，所以即间新宫的南边的回廊甲建筑拢烧烧去。隔当也未整理好，即间台湾新宫就受到美军的空袭，规个拢烧去啊。所以这第二间起的新宫，熟悉的人捌看过的人足少。后来伫原本第一间台湾新社的所在顶头，就升起台湾大饭店，后来才变做圆山大饭店。即马伫圆山遐，也阁有起新社的时阵起伫涂骹的新店。日本人要起新社，嘛着经地点，规定是爱安静的所在，上好是有4-5千坪，4箍电灯就爱有树仔。起伫平地也是较悬的所在拢会使，毋过就爱互去参拜的人会当方便到的所在。后来学者发现，伫台湾的新社拢是向南起的较济，除了这位，因主要拢起伫公园内底，也无就是郊区的山顶，嘛有一寡是伫市内的市街，甚至嘛有起伫大楼顶的，像过去台南的林百货楼顶都有新社。日本政府推广新社参拜，到底有偌济人伫台湾会去拜？台湾大部分的新社拢甲09亲王过身迄天，就是10月28，当作是大的节日。后来台湾总督府佮互大家伫即天放假，会当去新社参拜。伫1942年的时，上大间的台湾新社伫即天举行的祭典，都有15万人参加。迄当阵，公学校毕业旅行嘛拢带学生仔去新社参拜，甚至为着即件代志，天主教学校、长老教会学校，因为因无爱带学生去参拜，出现真济问题，嘛受到官员的刁难。战后国民政府来到台湾了，伫各地设中烈祠，所以有15间的新社，互人改做中烈祠。中烈祠是佮安怎来的？伊的意思甲日本靖国新社较共，是咧祭拜战争死亡的军人。全世界各国嘛拢真济为着战争牺牲者的人来起纪念碑、纪念公园。后来真济国家是为过去悼念军人，变做是咧悼念战争的受害者。若是按照历史学者蔡金东的讲法，中烈祠是对中国来的，毋过甲日本人有关系。伊讲过去中国传统是重文轻武，是看到日本人安尼做了，
才开始有中烈士。这个名嘛是伫满洲事变以后，1933年中华民国政府公布才出现的。迄时是讲，着爱互这对抗敌人过身的人会当入士。迄当阵国家的敌人就是日本人。过几冬，政府阁下令伫中国各地方设中烈士，内底藏的就毋那是甲日本人相杀遐的人，嘛伫内战死亡的兵仔。因为战争死亡的人数一直咧增加，政府嘛无啥物经费通阁起中烈士，所以后来甲真侪寺庙拢改做中烈士。一直到战争结束的时阵，中国已经起766间中烈士。国民政府来到台湾以后，为着要解决还阁有真侪无所在通囥的排位这个问题，还阁为着要摕掉日本人的遗迹，所以甲足侪神社拢变做中烈士。1960年代开始有经费通改建的时，因就甲遮个神社拢改做中国式的建筑。伫1974年，台湾甲日本断交了，政府为着要互日本帝国主义甲殖民统治的遗迹拢无看，定一个办法内底的第一项就是拆日本神社。所以大部分的神社除了战后就无人管理，互人迫害，内底的物件拢偷摕去了。过来就是政府拢甲拆掉，也是登起做别项用途。内底有的物件嘛刷去囥别位，有的物件是有留的，只是顶头的日本字、日本人的名拢总抹掉。最近会引起讨论的桃园神社，是目前伫台湾保存了上完整的一个日本神社。这间神社嘛是互国民政府改做中烈士。内底拜郑成功、秋凤甲，神社内底的招旗嘛拆掉顶头的一支，变做是2个12字，代表双十国庆的意思，来配合政府的政策。毋过是安那，这间神社无互人拆掉，会当保存了遮尔完整。这间神社伫1985年的时，桃园县政府嘛因为伤旧要登起。迄当阵，李正良一个伫日本摕到建筑博士的建筑师，伊的事务所标着这个案，伊去现场看足久了，认为这款所在袂使拆掉定设计，就爱修整甲保存落来，变做古迹。伊先写批，互政府单位叫伊毋通拆，毋过因为政府也无插伊。所以，伊就去联合一寡伫学术界的人来讨论保存桃园神社这件代志。迄当阵，足侪学者、政治人物拢伫报纸、电视讨论过这件代志。后来，因为民间反对拆掉，佮加上迄当阵县议会投票的时，议员嘛拢反对，所以原本要拆厝的这笔钱，要登起的钱，怎用来修整这个神社？因为安尼，这个神社是即马保存了上完整、上好的日本神社。李正良这个人有真侪值得讲的事业。伊毋那是一个建筑师，伊成大毕业去日本留学了，捌伫淡江教册过。伊专门修理古迹，伫台湾有足侪寺庙拢是伊整理过。伊伫戒严了无偌久，1989年的时阵，就为着要替遮个买厝的人甲起厝的公司协调，成立一个基金会，算是台湾真早的消费者权益组织。伊家己嘛设计导盲砖，就是铺伫涂骹，互无看的人会当知影要行去佗的地砖。伊嘛伫启明学校去试验。所以，伊是台湾第一个落去做无障碍空间的建筑师。伊为信佛教嘛变做贵吉会的牧师。后来，佮去服务无厝通住的家友，甲伊的退休金拢捐互教会咧照顾遮个人的一个中心。伊家己去这个中心做指导牧师。
因为伊迄年标到即个案的时阵，放弃去设计桃园中特师，所以即马咱犹阁看会到即间新社。修正了桃园新社，嘛互政府指定变做3级古迹。毋过迄当阵社会是安怎要保存即个新社的讨论是真济，因要保存的理由，甲即马的人想的是无啥共款。迄当阵上重要的理由，就是要互台湾的后代会记得日本人捌欺负过中国人，捌占领台湾。也阁有另外一个理由，就是即个新社是仿中国唐朝的建筑，为着要保存中华文化，阁看到伊对日本宗教的影响，所以才甲新社保存落来。今日先讲到这，你若是对节目的内容有任何的想法甲看法，拢欢迎来面册甲大家分享。也嘛请会记得订阅，也是追踪即个节目，推荐予你的亲戚朋友。也是伫平台留5粒星，甲留话互我。若是要赞助即个节目，伫节目的文字小解内底有 ECPay 的连结。真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是贤爱妈妈，大家再会。